暖暖十门溪，咱来故事看吧嘞。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十门溪。咱这个系列节目内容是来自马哈，也就是西利囡仔廖美华小姐创作的画本。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，画本内底画面，咱特别邀请台语路共学团这个协会妈妈甲因的囡仔来讲互大家听。今仔日要来为咱讲画本的这对母仔囝，是来自新北市的家东阿姨王雅玲，甲伊的两个古水的查某囝。青枝阿姐，也阁有碰气小妹，欢迎做伙来欣赏。甲囡仔讲母语，甲爸母话传落去。台语路共学团故事讲袂完。大家好，我是家东阿姨。大家好，我是青枝阿姐。大家好，我是碰气小妹。好，咱今仔日要来做伙看一幅图哦。这幅图我看一间足大间的这种古早厝，伊若亲像边仔个正新户龄这款的哦。啊，恁伫咧看这幅图的时阵，恁会先看到啥咧？我看到一个大粒的月娘。哦，有一粒足大粒的月娘呢。啊，碰气小妹，你有看到啥？我有看到一只大只猫咪啊，有啥物有法度爬去厝顶，是因为伊用跳的，而且伊若是伫咧足悬的所在，伊跳去哩太空，跳去天顶就是太空，那太空是会拄着飞机，若是天顶是会拄着飞行机。伊用个跳到遐悬哦。对啊，我先讲飞行机好无？好，就是伊若是拄着飞行机咧，伊跳起哩的时阵，拄好有飞行机伫遐，伊就使坐火车，敢坐火车咧。就坐去啊。对啊，伊就使到迄个站的时阵，有人就会看到伊，就甲伊放去路顶。啊，安尼伊带好到遐。倒只迄青枝阿姐讲，伊看到月娘，啊，月娘佫有互你想到啥？想到歌，你讲想到歌哦，是啥物款的歌？月娘是舞。哦，安尼无你来唱互大家听看觅。月娘是舞，日头是白，天气是兄弟，草坡是面长，树影是网大，花蕊是面梦。哦，这条歌做有温情的哦。啊，青枝阿姐唱了，要换碰气小妹无？好，安尼碰气小妹。我袂记呢。啊，无你若袂记，我甲你斗唱，好吧？好啊。月娘娘，月娘娘，月姐姐，月娘是无张的比，着你请你毋通再想呀，得啊，歌。阮的双兵耳。哦，这条这囡仔听着毋知有小可惊惊无？啊，毋过咧，咱真正古早有咧传说，讲咱袂用用咱的倒位来比月娘。手指头啊！对，袂用用手指头啊来比月娘，无咱的耳啊可能奇怪，哪有一瞬安尼受伤哦？迄阮试过，阮敢有试过。你有试过用手指头啊比月娘哈？啊，个袂听，因为起来袂听。啊？哦，无发生迄个代志，敢是？有可能是因为时间古早。哦，啊，即马现代无共啊。啊，我嘛有想到一条歌，我嘛感觉足好听的哦。哇，你嘛来唱一下无？好啊，我来唱哦。咱会去想迄个歌词，伊有讲到一个风景的感觉。伊讲
月光光，照菜园，照窗门，照眠床。月亮啊，暝真长，请你陪我到天光。请你陪我到天光。这条歌嘛足喜欢的，所以月娘敢若互人拢有足侪迄种足温暖的感觉，啊嘛有互人感觉咧，有足侪迄种想象力吼，想象力。因为我无啥确定即个台语敢有即个词。安尼讲。我有一寡毋知敢会使替我查遮甲念起哩。碰巧小妹甲咱讲，若是有拄着袂晓的，咱拢用个听好来查字典，这是足赞的哦。我讲，迄看嘛上用会使随甲查起哩。好啊，会使哦。安尼想象力，看大家查会着无？好啊，咱上尾咱搁来看即幅图，恁敢搁有看到啥？上尾搁甲大家来分享一下。我有看到一个囡仔呢，迄个囡仔伫咧看对啊。我想要来讲，甲你讲，伊伫咧看迄较即边的，啊，甲伊只是安尼，安尼空起来，伊就会一个圆圆的徛遮。伊正边的迄边的厝，伊伫咧看迄边。伊这毛呢？我是安尼你看，好，啊，你讲，你搁有看到啥？我搁有看到一是大的梦。你是讲因的正中迄线两边拍开的，伊个有门槛迄线对毋对？迄敢若伫咧庙嘛是有看到即种门，而且伊面顶拢会搭门神，对吧？啊，有朋友超级济，朋友都在古厝。都在古厝我甲恁讲，就是这间有上迄叫啥？阿公阿嬷因兜的台中的。台中啊，我知影是姨婆祖甲金婆祖因兜，对吧？毋是啊，个阿公阿嬷因兜。阿公阿嬷因兜敢有即款呢？因敢若是尾仔改做铁门啊，对无？对啊，伊尾仔改做铁门啊。对，用铁，按个伊毋是，迄用叉子。对，较无共款。而且，伊是安尼，行，会使安尼扭开。而且伊直接用砖的，对吧？毋是伊用砖的。好，无要紧，安尼咱今仔就先分享到这哦，甲大家讲再会，拜拜，手机呀，拜拜。台语好保守，咱着加减扣，扣若会招着，较好扣选择。台语好保守。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《暖暖专门课》。足久以前，有一间三合院绘本故事。过去的三合院的厝顶，多数拢是砍厝瓦。古早人都真侪俗语，甲厝瓦有关系，而且拢有足深的含义，听起来嘛真趣味。节目上入去，咱邀请嘉义的台语专家萧丁春老师，为咱来介绍几句有关厝瓦的俗谚语。第三集有讲到厝顶，我囡仔时早去爬去厝顶耍，较早拢会当爬去厝顶，啊猫仔嘛就爱爬去厝顶，伊个是猫仔若咧喵，若咧找猫母，嘛拢会爬去厝顶。厝顶啊，若是本实的乌遐，可能也会扛一搭，啊红遐厝，较袂扛一搭，啊所以厝顶厝遐。
甲较早台湾人感情足深，即摆拢控制你，有人想无？我咧讲一句俗简语，讲12月天困厝顶，伊是讲无大话就去厝顶困创啥？其实若暗时去厝顶摕咧，拄厝厝嘛，摕咧看星看月亮，个风真凉12月天困厝顶，讲有只当生。厝遐我着爱个先煞介绍一句咧，讲台湾外来政权的俗言语。日本岛火烧新社，中国岛火烧厝遐。这个押韵足有意思。当然讲到日本岛甲中国岛的即款的足侪种讲法啦。有人讲中国岛出大家乐啦鸟讲到鸟，枵鸟笑上水底鱼。鸟足奇怪，足爱食鱼鸟佫惊水，所以鸟若看到水底有鱼，想要掠，毋敢落水去掠，所以枵鸟笑上水底鱼，表示咱人的观察真有，看甲真有。讲到鸟，较早厝顶我住过红霞厝，捌住过日本遐迄个乌霞厝，较早若是迄个。鸟拢会飞去厝顶，我咧讲，都定听到鸟伫顶悬咧厝顶咧相共所以讲，细字鸟打破遐，细字查某走过社，真小心真细字的鸟，还佫会打破遐，伊无用撞的嘛细字查某看起来那像足细字足避暑的，其实佫会走过社。社在砖头的社，去别种找乌狗随着时代的进步，现代嘛未少新的名词是过去所无的。这个新的名词，台语要安怎讲？有时阵嘛是真使人困扰。譬如讲，好野人咧住的豪宅，也佫有散甲无厝好住的街友。豪宅甲街友这两句台语要安怎讲的？咱继续来听萧凌春老师的见解。有一句俗言语讲：甘蔗无双头甜，月娘无逐日圆。树香鸡，即摆大人讲树香起啦迄内底其实就讲到甘蔗好食日的双头甜。这代表意思是大某娶了，大某细姨拢。袂歹有人咧讲大厝，讲袂使讲大厝，大厝就是棺柴，无影。较早咱俗言语就讲大厝卖妇毋通去大厝，卖屋毋通娶新妇。这大厝就是即摆讲豪宅。过来年年村、年年妇、年年去大厝，这嘛是豪宅。过来大厝大海，饿死无人知。这大厝嘛是即摆讲的豪宅，大厝都不一定敢煮棺材尔咧。咱即摆讲光棍单身汉即款的，咱即摆还有咧讲罗汉脚罗汉脚是一种足特别的身份因一般可能的，就是讲骹手勇行的查甫的，无不动产真善，无固定。徛起的所在，也无固定的工课，四界做散工，即款的，即摆讲做无业游民。简单讲就是单身散乡的流浪汉。即摆讲做街友。
真凉山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，脚车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你看咧，雨丝香，暗顿吃白烟仙仙，无树山孤红的hen，金石脚，月娘出遐顶。